耶稣吩咐了12个门徒，就离开迄边，往各城去传道教世人。约翰伫监狱内听到基督所做的事，就打发2个门徒去，问伊讲：迄将来的是你吗？也是阮等候别人呢？耶稣回答讲：恁去，甲所听到的、所看见的事讲予约翰，就是侧面看见摆开行路中大太高的洁净，臭耳人的听到死人过活，善人有福音传予因。原无因为我跋倒的就有福了。因行的时阵，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讲：恁以前出去到旷野是要看啥物呢？要看风吹动的路德吗？恁出去到底是要看啥物？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？要穿细软衣服的人是伫王宫内。恁出去究竟是为虾米？是要看先知吗？我讲予恁，是伊比先知大做了。经上记咧讲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伫你面前预备道路，所讲的就是这个人。我实在讲予恁，凡有恁人所生的，无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。然而天国内上势比伊搁较大。对于施洗约翰的时阵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预备的，努力的人就得到了。因为众先知的律法所有言甲约翰为止，恁若肯领受，这个人就是迄应当来的以利亚。有迄读听的就应当听。我通用啥物比这个世代呢？好亲像孩童坐伫鸡翅顶，招呼同伴讲：阮向你分品啊，恁无跳舞；阮向你祈爱，恁无对心肝。约翰来了，也无食，也无啉，人就讲伊是被鬼附着的。人子来了，也食也啉，人佫讲伊是贪食好酒的人，就是说你较侪人的朋友。但智慧的之子总以智慧为事。耶稣伫诸城中行了真侪异能，遐个城的人将不悔改，就伫迄个时阵责备因讲：哥拉汛啊，你有好了；伯赛大啊，你有好了，因为伫恁中所行的异能，若行伫推罗西顿，因早已被蒙灰悔改了。但我讲予恁，当审判的日子，推罗西顿所受的比恁更容易受呢。加百农啊，你已经升到天顶，将来必坠落阴间，因为伫你迄边所行的异能，若行伫所多玛，因也可以存到今日。但我讲予恁，当审判的日子，所多玛所受的比恁更容易受呢。迄时耶稣讲：爸啊，天地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个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秘起来，向囡仔耳就显出来。爸啊，是啦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，一切所有的拢是我父交付我的。除了父，无有人知影囝；除了囝，甲囝所愿意指示的，无人会知影父。凡劳苦重担的人，会当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互恁得安息。我心内柔和谦卑，恁当有我的胆，学我的样式，安尼恁心内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担是容易的，我的担是轻省的。